社長啊，社長，你今年參加陸運會嘅心情如何啊？我感到緊張又興奮啦，因為呢個係我第一年參與社幹事嘅工作啦，而且我係社長，責任好重大。我而家心情非常激動啊！我望佢哋喺下面跑啦，好盡全力咁樣喺度跑，喺度比賽，我好為佢哋激動啊！我嘅心情係又緊張又興奮啦。我哋今日嘅心情梗係好激動啦，因為我哋期待咗咁耐嘅陸運會終於到咗啦。咁呢次陸運會你做咗啲咩準備啊？我呢次陸運會佢哋準備咗好多公仔啦、頭箍啦、banner、寫衫呢啲嘢咯。我哋社今年為準備咗精彩嘅啦啦舞，同埋為社員打氣。我哋準備咗好多物資啦，應援棒啦，水啦，補抗力啦。我哋準備咗豐富嘅社物啦，希望可以咁樣去提升我哋社嘅士氣。咁我哋今次嘅比賽有冇信心攞冠軍呢？我哋社員非常團結友愛，相信佢哋會竭盡所能爭取最好嘅名次。有，因為我見到每一位社員都好盡力、好投入咁樣去參與每一項項目。咁梗係有啦，對於我嚟講咧，男社4-1嘅，其他社冇乜對手。有啊，當然啊，我相信呢，我哋可以攞到總冠軍、雙冠軍啊！和社世一。